师傅啊，你都唔知我甲你斗来，迄伫正人的面头前哦，我才拄着要施展功夫尔，竟然伊做查某囡仔的人吼，对遐施展法律啊，害我两只脚团两脚当场闹开，你知无？你搁敢讲？好，哎，那拢我咧保护你呢，物件我咧讲呢，你若对摆撞着人吼，就施展你是英雄，你是功夫，啊我咧我拢无功劳哟。哎，你是爱干，我是主人诶，师傅啊，你来看，伊安尼敢对？安尼你唔对，你是个爱干，为伊效劳这是应该的，伊是你的主人呢。 你哪会用喺当场互伊闹开？大概都讲我唔对。你唔对就对，你搁多济，你应该甲回事咧，我嚟讲哦。好啦，主人，死你了。好大吉哦！好司机，好大吉哦！哎呦，什么代志啦？管家。啊，对吼，阮兜的老爷吼，我明仔载吼，我要去度假提亲啊，我要叫你来去做媒人啦。你咧整暗？ 当阮某都也毋知伫倒咧飞咧，我即型的爱当去做媒人。是你咧整暗，毋是伊咧整暗。这抓你爱去，你无去绝对袂解决的。阿爹，拢唔知咯，拢要生气咯。阿爹，人嘛唔管啦，你家听我讲遐个感情较好啊，啊，因两个较歹咱缘分的，我要生气咯。不管安怎啦。 一定爱遐生娶啦！假使讲人安尼生计吼，你看卖来，人会讲安尼俩，人会讲我是用安尼骗金的，会听呀咧？啊你嘛是有理咧。无啦，阿弟啊，什么安尼爱有理？啊，规气无爱生娶，我看什么人家讲安怎？亲家啊，等你看，这件代志安尼是要安怎？这安尼，我嘛无法度他解决对不对？大家，你哪是安那为着这个代志伫咧舞甲舞啥啥？这本来就足简单的代志嘛，对。 大家你看，你讲做伊要生娶，我生娶，你想个办法？到底我生娶是啥物人？是啦，请大家指示。好，我问你，你要生嫁还是要慢嫁？我要生嫁。哦，你要生嫁还是要慢嫁？当然嘛要生嫁。既然若是两个人拢总要生嫁者，安尼我先娶。笑。红顶紫顶，青顶的啊，你是走带去青顶的。主人啊，我伫遮熬早。哎呦，主人啊，你哪迄落型的？你安尼甲微调的是要创啥？你有所不知，听我讲来，拄正梦起一个梦。 梦中的你，唔知走去倒位藏，害阮惊醒看无你的人，唔则雄雄装出大忝要找你本人。主人啊，对，你遐关心人哦，连困都会想着人啊。当然的啊，我这世人拢爱依赖你啊，因为只有你才会当互我做着一个武林的大侠。啥？咩？好，我叫你关心我，原来就是要利用我，是要做大侠啊，行无靠山。别安尼啦，你嘛莫遐生气。人我这世人吼，真正袂用无理你啊。讲实在的啦，天顶的。喂。那你对我来讲起来吼，哦，是我寒天人的棉被，是我热天人的亏线，你知唔知？天顶的啊，你是哦，寒天人的棉被，啊热天人的亏线，哎哟，会着我安尼啊凉咧呢。对了对了，若无你来阮的身躯边陪伴阮，阮来食袂落，困袂去啦。哎哟，你两个哦，莫讲安尼啦，人你若遐无安尼讲啊。 听到人个家母陪拢安尼落甲规涂骹。都对咩？我即摆是咧教车行顶的做人呢，我是咧教伊讲，咱若是要交朋友吼，迄个寒天人就爱送棉被，热天人爱送亏丝。哎呀，免拗到遐尼啊硬啊啦！你头拄咧讲什么话，我拢嘛有听着。嘿，想袂到讲吼，咱咧粗鲁阿兄佫会晓讲这种甜不不的话哦。毋是，伊是讲讲阿兄你无意思哦，你敢若少年还过定定老胖去，你拢毋知吼。哪有老的？啊！ 对吼，啊，阮西讲的人呢？阿仔，透早哦，包我款款做伊去，啊，讲这个要交互恁啦。交这个要互我哦？讲到阮师傅嘛是足无意思的，答应我讲要找一个对象互我做某，结果吼你一定就是无法度的啦，所以才会放这张做伊走啦。你若放到这个落，我是要创啥？哎，主人啊，这毋是落哦，这是金龙哦。无定着哦，你想要找无？西讲一定交代好势安尼。来，我看卖。啥啥？
这个，等你快看一下，快，等等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献满喜上好来。啊，当哦，恁师傅讲交代哦，青丁要你照顾一世人，意思就是讲哦，你是哦青丁的这些长期的饭票啦。哦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恁若拢已经知影哦。知影。哎呦，不，你是家中烟嘛？好大囝，是安尼啦。顶回你送遐宝物就惊城，相公对你一表人才，真欣赏你，所以派一个职位要互你啊。哦，要招我去做官？是啦，好大姐，当你即摆高官显爵哦，你唔通袂记阮呢？当然的咯。啊，将门的伊唔知叫我做啥物官吼。这是家属的助教啦，是馆内底所有的兵器的咧。管电视头啊哦。好啦，忙做啦。来啦，恭喜啦！